来有关大罢免，其中针对着市卡心的罢免案，电视台上新的民调有57%的选民同意甲罢免，甚至市卡心过去的支持者有22%改变态度，决定要投罢免票。也毋过国民党的中央家己所做的民调，无同意罢免的较多，有47.8%，比同意罢免的阁加出着12%。市卡心讲。现阶段也有袂少支持者唔知影爱出门来投下着反对票。他们都拉着我说：“我好支持你，但是我到底是要去投票还是不要去投票啊？”有出支持者拢讲真该到收听，因为 TVBS 民调出来，市卡心罢免案有61%的相信区选民会出来投票，若这内底阁有57%会投同意罢免，统计算落来数字是36%，比25%的罢免门槛悬。尤其顶一届立委选举投予市卡心的选民，已经有22%的民众转念同意罢免，选情就红灯，和萧国良嘛打电话来关心。他就告诉我们说呢，在这个时段里面，很多民众不知道。是正常的状况，但是一定要努力的来催票。就伫咧这份民调写出3点钟，国民党中央嘛提出一份内参民调救急，显示无同意罢免市卡心的有47.8%，比同意罢免的悬出12%。另外，认为的成功罢免市卡心的无够3成，阁有42.8%的感觉未成功。对巧心来讲，也是一个激励，提前看到危机。蓝白此时，势必要相互帮忙。中间选民甚至于蓝营的选民也不满，我相信，徐巧芯应该紧张了，然后。深南选区反洗翻盘，民团火力冲第2阶段。不过罢免市卡心团体控诉，本来按算伫咧信义区公园申请4天的设站连续活动，结果北市公园处发函通知讲，因为共1月份共一个所在已经有共限一个活动，所以敢若同意前2天，后壁3月22、23未当申请，罢免市卡心的团体的这期这根本就是政治干扰。承办人员答不出来，只回我们是上头交办，不能出借公园。我们要问上头是谁？台北市公园场地申请使用须知中，本就限定同意申请人1个月只能申请使用1次。门槛更较悬的第2阶段人数，两边拢爱加快脚步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